啊，这个老大人若要当退休，第一爱注意的就是唔通去跋倒，这甲咱的肌肉的力量真有关系。讲会当伫家己厝来做测试哦，譬如讲准这个管啊挂，那准会开，就是咱的肌肉有力头，安尼真好哦。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你几岁84啊，拍开哦，都叮当啊，都一样，两三下都2、3下就好啊。不过你，人食老唔免着老力，像这管啊挂开会开就好。过来用双手的大裤帽甲二指，看到将后肚箍起来无？对，那你兜不住。对，我都不知。箍袂起来，安尼肌肉就够。说来看这个，完了就不够。箍起来要零零，就表示讲这个肌肉较无够力。年轻的人怕胖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腿萝卜腿是最好的老本啊。”后肚老肉就较袂遐快老，要这半年来你的体重敢有雄减5%，这3步会使算讲你到底敢有老啊？因为肌少症就是脑坏的头一步，医生讲老大人若要长退休，袂使伤瘦。中年人，我们一直强调不要太胖。到了您超过65岁之后，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，老年人死亡率最低的身体质量指数是在27到30左右，一点点浮态其实是没什么不好的。就是用你的手臂去动。要增加肌肉耐力，老大人会使二壁做运动，安尼人就会健康。加食一寡蛋白质，人就会加较勇健。